大家好，大埔宏福苑火災喺11月26號發生到而家已經有好一段時間。今日我想同大家分享下喺呢一個嘅火災之後我自己嘅心情同埋諗法。我仲記得喺當日火災發生嘅時候，其實我係冇乜特別留意新聞。我記得當日我第一次打開新聞嘅時候，已經係當晚。當時我淨係見到有好幾座嘅大廈好似已經燒到好似火焰嘅柱躉咁樣。當時我諗，如果我係住喺嗰度，先唔講，我可能會被直接燒死。如果我一返到屋企，發現屋企所有珍貴嘅嘢都冇晒，我究竟會係點樣感受？跟住我打開新聞，見到一個啱啱出咗去，仲收到自己太太電話，話自己喺個火場入邊出唔到嚟，之後就失去咗聯絡。聽到呢度，我一諗起個場景，我就覺得如果換咗係我都唔知點算。我仲記得嗰幾日，我都仲係不斷咁樣喺度睇新聞，不斷咁樣喺度諗，究竟呢啲咁嘅慘劇係點樣發生？而成個社交媒體都充斥住各種各樣嘅信息，有人話係棚網嘅問題，有人又話係竹棚，有人話有人食煙，有人話係關之前圍標工程師。事件發生咗之後，其實我都係依舊好似平常咁樣生活，一樣咁樣去返工，一樣咁樣去食飯，一樣咁樣去娛樂。不過有時偶爾聽到有啲人主動去組織一啲幫助俾嗰啲受影響嘅居民嘅時候，我都會心頭一暖。咁當然啦，同時我亦都聽到有啲人借呢次嘅機會去呃錢。我聽到呢啲嘅消息，我就會覺得好嬲。但係無論我係心頭一暖又好，好嬲又好，我自己都係繼續平時咁樣過我嘅生活。隨住時間嘅過去，我聽到更多嘅信息，怪責其他人哀悼得唔夠，冇展現到哀悼應該有嘅態度。聽到呢啲，其實我自己有時都會覺得，係咪真係有咁嘅需要去評論其他人係唔係對某一啲嘅事情傷唔傷心？我自己以前好不幸咁樣，曾經有屋企人入咗深切治療部。我記得當時我出入咗深切治療部都差唔多成年，而喺呢一年入面，我徘徊喺工作探病嘅壓力之下去做人。有時醫院會突然間打電話俾我，話我嘅屋企人就嚟唔得，我就又會趕去。就係咁樣走過嗰一年，直到我嘅家人離世。由於探病時間都係會有限制，因此有時出入嘅期間都會見到其他嘅病人或者佢哋嘅家屬。有啲唔好彩嘅，我可能見到佢哋幾日就見到個病人已經走咗，而佢哋嘅家人有啲會好傷心，亦都見過有啲嘅家人喺病房外面拜年，好似對於死咗個家屬冇乜所謂咁。坦白講，我當時都冇力氣去評論其他嘅人。對我嚟講，嗰一年係一個好痛苦嘅時刻。我好記得當時嘅一個聖誕節，我啱啱離開咗深切治療部，探完我嘅家人。我當時已經好個人好失落。當我走過一個佈置得好靚聖誕裝飾嘅商場嘅時候，我見到其他人都好開心咁喺度買緊嘢。我當時第一個感覺就係，其他人咁開心做乜嘢啫？呢啲嘅歡樂關我乜嘢事？呢種感覺我而家仲好記得，嗰種嘅抽離感覺仲係歷歷在目。到而家諗翻，我知道即使身邊邊個幫自己都好啦，其實都最後去承擔我哋自己嘅感情嘅人只有我哋自己。而每個人其實亦都有佢自己嘅生活。即使其他人知道我嘅情況，即使佢哋停晒佢哋嘅娛樂節目，對我嚟講又有意義咩？始終我要面對嘅係我自己嘅感覺。我哋每個人活着都有唔同嘅原因，我哋有唔同嘅背景，我哋本來就係唔一樣。所以我自己就覺得，我哋有時唔需要太過去介意人哋點樣去面對佢自己嘅情感，甚至進一步要求人哋達到我哋心中某個嘅標準。反正我哋方自己嘅標準亦都唔一定係正確，因為我覺得好多時候我哋嘅情感本來就唔係可以計較正確與唔正確。如果我愛我嘅屋企人，我唔會計較我要付出幾多令到佢哋開心先至為之正確。如果我係愛得佢哋深入嘅，我犧牲我嘅一切其實都係無可厚非。好似我講得太遠啦，我有時就會覺得，當我哋每一個人面對同一種集體嘅傷痛嘅時候，其實好自然都會有唔同嘅反應。有啲人可能表現得漠不關心，係咪反而可能佢係最受傷嗰個？因為好多人對於呢啲事情嘅漠不關心，其實對於佢嚟講，可能只係想逃避呢啲嘅痛苦，唔想再去面對呢件痛苦嘅事情。再講，我哋自己問自己一句，當呢啲集體嘅傷痛出現嘅時候，我哋係唔係再唔可以令到自己開心咁樣先叫做哀悼？我覺得一個人
佢應該做嘅事，應該係真正面對自己。自己想喊嘅時候就喊，自己想笑嘅時候就笑，而唔係見到隔籬嗰個喊，我就要因為唔好意思就要跟住喊。尊重人哋嘅感受係重要，但係同時亦都要真真正正咁樣尊重自己嘅感受。既然如果我哋自己都想做返自己，又何必要人哋唔可以做返自己呢？好啦，今次要講嘅嘢就到呢度啦，多謝大家。